无杯抽烟的人在7000场。哇哦，世俊啊，哇，你这个礼拜又把琵琶老师他们全部都带来。琵琶老师他们，陶瓷啊，日也少啦。也演过社会吗？头家年哈，嗯，去讲给马来西亚政府。三姑六啊，冲啊，心莫开哟，莫冲各位心爽，闹热大擂台，闹热強下來。今日第4禮拜嘿嘅啊流行歌曲嘅積分賽，嘿，啊雙禮拜你看你個咪馮思權拿到99分嘅，佢唔係係女仔先生嗰個 Q 一分，等係嘅，咪？一講好嘅係嘛？係咪唔可以比條絲係啊 Q 一分啊，冇啊，冇係啊，人哋公平啊，對對對，啊講到先生，啊你要介紹先生啦啊，嚟 TVB 咪嚟，是思比先生，是澤偉先生，總飛先生，姚小琪先生。積分賽比賽規則，大禮拜收聽無強用嘅主題，參賽者就主題自家選歌嘅，積分最高嘅前5名就做在今年年初總決賽哦。好啦，你講一下評分嘅規則啦哈，嚟。像思比先生，好，今比行到應該係 TC 級的哈，TC 級的，所以要拜呢又更刺激了哈。上個禮拜大家成績都不錯，那要拜呢又個冇同樣的主題了哈，要拜主題很多向金曲來致敬，安尼要拜參賽者呢，一定要獻出一首然後金曲獎有入圍過的，還有係得獎的客家歌手的作品拿出來唱。當然，咩希望講大家做得唱出自家意思，安尼咁有可能拿到高分，哈，因為我要對一堂嘅係人嘅唱法，跟人嘅情緒嘅表達，所以呢，不是模仿，而是唱出自己的味道，這個是非常重要，也係懂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超越他沒關係。做對的話，當然是超越是更好，好，那當然我會希望說。更加多的其他本台家，每本愛都評審線上又有更不一樣的一個感覺。好，我們很期待哦，加油！那肯定一定講到你會唱哪歌？不會嗎？向你致敬啊！你向我致敬是嗎？要向我膜拜3次，是不是？緬懷你膜拜3次。但他唐他張迪啦。哎呀，當你看因為你唱哪歌嘛？哦，考驗下就對咧。TVB 跟雙禮拜不得了咧，係啊。哎呦，彭思權係嘛？彭思權帶隨心所欲。哎呦，還有琵琶老師和他的朋友。琵琶老師應該有來哈。係啊，一定有啊。係啊，彭思權 TVB 係幾啊？帶來鬼，好嚟彈我啦。嘅路燈火，見到我一剎，閉上眼嘅樣，一條彎彎彎彎嘅路絲路，愛行電愛歸。今日早晨，蘇風嘅火車票，喜愛講無法總無路，最後嘅出口。人生係向哪？係春天就準備，我嘅草條向哪？唔定係怎麼準備。
塞条红的，一定计错无呢，流归天涯。唔知我用的念。记得汗水，点点天风所吹，一条青来沿着风里下，夜下霜，错了放枪错草又美戏，无杯抽烟的人在七千草，披人草木海嘅迷思，等于下班下课做夜嘛记得。热天的林暗，虽然是暴野散步，土家为一棍，南风吹过路风，一双古代人那相依，趟过做生意的世界，三更半夜照妙风，今日主公故事，讲阿公的故事。就迄18嘛，天使好梦，因手中210岁批话，讲人入讲人家枕头，讲啊嘿，伊刚刚的标志，做一针走你上尾边，目中当然无看去，无看去。爱上爱黑，家乡南边嘅烟呢，唔知乃是无双手的，天天回顺来嘅小风，张作的归。哇哦，世俊啊，哇，你这个礼拜又这种劳师动众，把我们随心所欲乐团老师又把他们请来了，再用一次，再用一次啊，那么好用啊，好好用，用了变好老主顾了，一次成主顾，对，哎，他换裙子，是吧？哎，你真的很注意美女耶！哎，我也有发现没有啊，其他老师都没有。吉娜姐也换衣服啦，你都没有称赞她。对，那很明显啊，一看，哎呦，他还不想理你，你看他都 Q 成这样，你还不理我？是啊，不想。罗嫂，你看你老公。没，我怕心宇会生气。对，马上生气。哦，给木鱼冲2条，好棒的结合，谢谢同学，真的很棒。我认为真的有机会你们可以结合一下，好，然后出一张很完善的一个专辑。哇，没有想过我会出专辑。不会，我觉得你的声音跟这国乐很搭。你现在整个国乐汤也乖乖。哎呀，他又有点新颖，然后又有一点这种传统的感觉，其实可以的。真的哈，对，而且你特别有心呐，还把琵琶老师他们全部都带来。琵琶老师他们，这个部分我是真的有用心，这个部分是真的有用心。你懂得投其所好，是不是？但是这个人跟评审没有关系。你就像林冠群，对不对？对呀，他那个但至少他每一次会边跪边乖，找一些那种有的没有的来，那个节目让大家比较养眼一点。用节目的主题，还嘛跟金曲致敬，硬要 Q 回来，再讲下去。来，唱完了嘛？唱完了，送给米莎的长情商的贡品，
向势必欣赏。好，这个亚述国会啊，这套今比 get 好多乐团的部分哈，随心所欲给乐团的部分，我觉得结合真的非常好，而且我觉得你真的抓到诀窍的。其实整个里面的应该讲整个 rhythm 其实都抓得很好，只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地方，我觉得就是后面的一个 free time 的时候，你在做 tempo 的部分的一个律动，我觉得你没有跟上我们的节奏老师，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懂大宋，对，好，也可以部分懂大宋。之外呢，主要讲还有赏识，有懂得一种口语音的一个拉音的部分，你没有拉准，好，也可以部分可能就是一个起伏的部分没来问，所以就这两个地方，我会觉得比较听得出明显，好啊，所以因为硬还讲哈，要六傻来讲，全部懂后上，可是你们肩负的责任是要继续往下传，所以一定要传的标准。本人的海苔看得到东西，本海苔谈得到东西，压个部分我会比较在意一点。好，所以你们肩负的责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会希望能够更加注意的部分。啊，你下去以后，我们东西就会可以传得更远。OK， 好，按这样，好，来，我看一下这个分数了，好不好？好，来，一起见证一下。思君的分数，好的，65分。刘少奇老师就是要跟人家的意见不一样，就是要给你少一分，这奇怪啊！上个礼拜也是一样，对吧？没有，上个礼拜搞不好你可以100分的，那个妈了，但是要分数要一会了啊，真的，恭喜啊，分数完后，好不好？新闻太感，也谢谢琵琶老师和其他老师们，谢谢随心所欲乐团的老师们，谢谢，安之谢。什么？好，那我们讲下来看下一位慢好吧？陈开水来，带来落水水，落水水哟。油塘打來生，阿婆做副腔，來自快過來。唱歌阿婆堂，改做阿婆面，唱歌阿婆堂，看到落水台，心里樂翻天。落水水，波波旁，唱跳歌子。村里笑，以下變後生。落水水，波旁，唱跳歌子阿婆堂，阿婆把愛落。
好，会水。哦，哎，凯瑞怎么给面向要唱这个要向秋林致敬啊？对，因为我觉得就听到这首歌，我觉得还那感觉很好，但因为秋林老师他唱歌是有一种磁性，对，而且他的因为他是来自广东广州梅县的，所以就是他唱的那种感觉，我想要尝试一下，就是老师唱的那种氛围，这有沧桑感哦，给的哦，奇怪，他的声音有一点，对，可是后来因为我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他是没有影像的，只有他唱歌的音乐，但是后来我看到别首歌，原来秋林老师其实还蛮年轻的，是啊，不老啊，声音感觉是有那种。秋林老师、尤少奇老师很熟啊，他的专辑就是尤少奇老师把他带到台湾来，然后这个在台湾发行，然后入围金曲奖，对呀，他也是一把吉他，冲狗。对呀，其实是尤老师的，就是秋林哈，这个他跟志佳哈有声音有点类似，黄志佳哦，那但是黄志佳给走在行业形式这乐团嘛，对秋林他是住在乡下嘛，所以乡下实际上乐团不流行嘛，找不到那么多人玩团，他就只有一把吉他，所以给 No Boy 事实上他比较少出门嘛哈，那时候在那个乡下的时候，他们那个地很大嘛，就时常在那边喊哦，所以给他嗓会比较厚哦，它比较厚，所以不过我觉得凯瑞他可以做更不一样的风格，我觉得蛮有特色，没情厚，蛮有特色哦，所以我们不要输人家，对，我们要加油，好吧？没错，做出你自己的味道，欣赏共鸣。好，对，这位老师欣赏。哦，可是我要先跟老师说的一样，我说要先跟你的勇敢跟你致敬吼，因为读秋林的歌真的都难，你在跳过秋林没可能，但是你今天做到了，你真的非常的厉害，因为秋林的嗓他真的很深植人心，跟很有特色。但是就像刚才赵琪老师说的，他很厚实。但是你今天换一个方式，用你自己的方式，我为什么说他勇敢？因为给他还有人一次有问题，就是水，对。然后第二首歌，我要说的是，你没有输给世军大阵仗你一个人其实也镇住了这个舞台。然后我很感动的，在你要鼓动人家嗓的同时，你还在这首歌里做了这么棒的层次，你有很多的地方层次做得很好，就是副歌落水水啊，波波旁那个，你两遍都唱不一样，还有那个肉绑筋那个，你真的你连拍子，你连细节，还有你的唱法都不一样。我是非常感动的，因为可以打败来比赛，我们每一位老师给他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吸收，但是在下一次比赛的时候，你让我看到了你真真正正的去改变自己。廖树狗 Q 不只是我刚刚讲的那些，除了因为你声音的状况，可能你的嘿呀，可能你的嗓色，就是你因为你的声音影响到你一些发音，但是无损于你对于这首歌致敬的感觉，还有符合今天的主题，还有你在唱这首歌感情的投入度。不多也不少，我今天给你很不错的成绩，谢谢。所以你看这老师们多恐怖啊！几乎都在推背客家人来唱那客家歌啊。所以我每次都我觉得非常棒，我很想给你鼓励，很想给你鼓励，很棒的肯定。脱胎换骨了，真的。看一下你的分数哈，对，看一下陈凯水嘅分数。95分，95分，总高分，哎呀，加油！还有2礼拜，好吧，好，加油！2个礼拜好快呢。好了，然后杀下来啊，再要致敬这位就不错了哈，应该算是我粉丝了哈。刘米玲带来马给。你都被吉娜老师对啊，他偶了呢。真的，传授一点是不是？就传一点好了，看不出来吗？哦。做马给总是强勇的事。
一拜一拜，又过了一拜。trong hết sao ngay đời nói yêu cho con trong vai có suy nghĩ bay lời lời yêu hi hi hay ngã cái习惯总黑暗口应是在无奈有点无法爱过中在共一拜我一个了解想马嘅你總係愛不愛的無個不認真的都會給你愛用命愛肚子裡個波嘅計錯我用白一了解該明白某個發到拜拜愛上了幾個鬆快而且更印象中的是同意黑公遗憾做愛做被被改更愛就過一生拜拜來來又嘻嘻的那個習慣總會涵蓋我實在無奈總愛愛不愛的某個不認真的都會給你愛用命愛肚子裡個波嘅計錯我用白一了解該明白某個發到拜拜想得幾個鬆快而且更印象中的是同意黑公遺憾做愛做被被改更愛就過一生拜拜馬該馬該sexy 为什么会可惜？麦克风，很棒啊！又歌词又唱错了吗？没有啊，摸啊！你等他唐居里。对，我觉得他很对啊，我觉得很棒。哎，你都被吉娜老师对啊，他偶了呢，他称赞你呢，对啊，说你很 sexy 耶，对啊，唱得又好呢，对呀。你想不想听原唱来？要哇！哎呀。不用，我去爬一下楼梯好不好？不用从头，我刚刚觉得那个后面那个部分。哦，好。后面呢，他那个啊，最後兩個 C 是嗎？啊，對。總係愛不愛的，我個不應忘記都會給你。愛有是這裡嗎？越愛的錯，我用白眼了解你的明白。我拜，想送到其他爽快，這些嘅印象做的順空氣，黑公遺憾，黑愛做被被改，給愛就過一生，拜拜。馬開，我正享受的時候呢。愛用很愛都是你不會的錯，我用白眼了解你的明白。拜一下。剛剛老師打到哪裡去？我聽不出來啊！拍攝，大家對不起。哎，是，評審。
虽然有一点点特贼，但是还是非常的厉害哦。哦，哟妈呀，你这天生歌姬呀！哎，传授一点，传授一点是不是？你就吃胖一点就好了。看不出来。好棒哦！是哈，真的，另眼相看，真的。你要另眼相看几次啊？每次都这样，每次都另眼相看。对呀，真的是。好啦，来，冲的唐先生公平，墙壁欣赏。美玲，哎呀，真的是太棒了！你知道吗？你站上来唱，我其实每次在听你唱，我看歌词我是会看每一位参赛者的，然后你的那个眼神完全直接100分，对，就是100分，太厉害了。他很有眼神，而且我会跟他对看的时候，他是很勇敢的哦。哦，就是你看没有惧怕，朱超没有惧怕，他跟你看他也是这样啊。哎呀，对呀，真的非常的棒哈！这首歌其实我整个这样听下来，我非常享受。虽然在第二段你的下的点下错了，这是我真的觉得很可惜，不然我真的要给你满分呢。但是你下错了之后，你重新再回来，但是后面就有点慌了，这个是真的比较可惜的地方啊。董大松，真的如果下一次你真的接回来了，后面还是稳稳的唱完，好，我觉得我真的是会给你满分，好，好，来看一下你两个分数了哈，看一下刘美玲的分数。哎呦，谢谢。65分呢，哇，我以为可能要88分。对呀，你看那个尤少基老师，你刚刚那样看他被电到，所以以后唱歌都要看老师嘴巴张开，分数按狗，你。哎啦，很棒，我觉得挑战这首歌，而且他真的有他自己的风格，很棒，谢谢，也谢谢你，谢，安志 C 哈，谢谢，谢谢，啊，3个礼拜哈，加油，加油，好。哎呀，杀下来！好，杀下來，你帶嚟經典嘅歌曲。哎呦，王奕涵帶嚟《法樹下》。哎呦，法樹下。其實係金曲歌好呢。
条歌诶，讲真诶，免个非常家己的一条歌诶，系啊，那条版要只冲诶，真的啊，对啊，一条歌哦，这多呀，一多年呢。青铜年纪，迄伊啥发出下嘅种专辑咧。2003年嘅勇士客家电视台上成立的时间，一条歌的一种都上发行。系啊，哦，有咩会20年咯？我17、18年有了是哦，嘅勇士那一头是小学1年级啊。真的啊！2003年的时候，对，小一的小一的时候，然后呢，然后有那时候有上台表演吗？还有样办？学校合唱团会教这首歌，对不对？好考会搞啊！我们学校就是我们是有独立就练一个人的，就是例如说我要代表我们学校去参加客家的歌唱比赛，对，然后那时候就有唱这首歌，有唱2条歌，对，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之前比赛的时候，就是有唱这首歌，但是有种心魔，过不去。我了解，你可能曾经在这首歌上面就是挫折过，就是调下功嘛，你在哪里跌倒，就会在哪里再跌倒。哦，对，一直会卡在那里，对，一直会卡到音的，卡不过。不知道有没有爬起来？觉得你这个会变？你觉得呢？我觉得好像还是跌倒了，好像还是跌一跤，是不是？对，但没关系，我会继续练。好，继续练。对呀，好啦，冲顺利啦。那位先生来公平。蛤蟆老师，小奇先生。雨涵哦，我讲，在实力懂好哈，等下你有时代还有讲过，有聊过就中国的方式哈。其实你阿弟给你动态。一开歌的时候，有一招方式中国诶，就是一般的歌手有懂都会用诶。你一听会记得，就是你把舌头下压，唱中频，直接推气的这种方式不能常用。那意思第一哈，因为你按用的方式按冲下音的时候，你有定频在那边猛冲，但是你会不会有这个概念慢慢给发的时候，你做了一个失误的时候。你声音底部就糖豆已经有恐慌了，虽然你很镇定的第2遍已经把它拉回来，你想要表演再把它拉回来，但是你会发现刚才的失误对你的压力很大，所以你喺中国一种问题的部分，对于后半年他记得，一定要把低频有下的话，你高频就会有上。你应该说不尝试往下压，有下低频的话，跟你后半唱到很多你选的副歌的时候，会面临到很大的一个困难，哪里高频没有上的时候，会造成你心里很大的压力，可能又会跌倒，好，然后给你一个好的建议，好，谢谢，先生，好，来看一下大家分数，来看一下王一凡嘅分数。对啊，你节目讲有办法油腔都记得安尼现场啦。有几飞嘛？本来今年会有像你过来，因为疫情的关系，希望能够再一次邀约他来到我们的节目了，好不好？哎呀，好棒啊！你一定要来哈！对呀，我又可以再次看到你。看下王一凡嘅分數。这个分数也跟他鼓掌，哎，他们都谢喽，谢喽，场面总是要做一下的，做一下，压力不要太大，真的。好，加油，还3礼拜，好吗？嘿，好，学变下去，好了，加油，谢谢，好，杀了，李浩生带来硬架，哦，来谈啦。秋风中一拜八公，祈福日家人平安。去看做工，一生应该信用，下发脸谱，下字脸书。应该梦想，爱拥抱。阿爸讲过，
单，就像孤孤单单的旅程。明是爱硬行，将会有距离3万条，不是人俩人爱走到某个山，忧伤是冬天，事情无条无查，转一次转一困，最可以世界。爱仰盼起头，头摆阿公，曾经老阿爸讲过，每上安多，行一家界路途，总有不少无来讨。透过硬行，会盲因固执讲他。爱看人行，又见天涯思乡，用讲该当听，做起来无简单，就像孤孤单单的旅程。明是爱人行，会盲因固执讲他，是人俩人该走到某个山。忧伤是冬天，事情无条无查。转一次，转一困，最可以世界一个。天茫茫讲，爱拄拄风中，想起天堂该阿公阿婆。哎呀，我们都不敢吵你。对呀，对呀，哎，做的功发毛。唱到这首歌这么有感触。就是慢音那个是爱卡勒。爱卡勒。哦。有两篇很该用。我感觉这首歌曲对我掠下来讲，係總有一種當特別的意義。因為其實前幾個禮拜是應該從天公嘅開始。其實應該自家從睇六睇，應該自家心情其實冇講當好。我感覺我自家上來本大家談到嘅東西，結果我自家冇從好，然後冇做好啊。其實當見自家，我感覺。當壓轉見當壓到，我其實感覺我冇上來唱歌。很嚴重。因為我是感覺你做得到啊。你用唔好好做呢？係啊。其實兩個禮拜，我心情其實冇講調整，就真緊調整轉來。我幾隻心是。感覺好像就受到打擊，就覺得算了啦，就不要唱了。其實我感覺唱歌係一種興趣啦，興趣啦，因為這種頭擺沒什麼，對唱歌來講，它只是一種興趣。是。興趣，然後就是唱，然後就去參加歌唱比賽。唱比賽。最虧死的時間。比賽，就是也沒有想說我要得到什麼樣的人，我只是就好玩啊，我就是我覺得我也會唱歌啊，就是唱，然後那就你就堅持下去，也沒想到就是一直走到現在這裡，對嗎？其實就不是上岸多，
你看你哋安尼节目，係啊，之前安尼開台都也喊人家來比過當到擺，人家有去參加過拍照節目嘅比賽。講真，你哋喺比賽嚟講，也進步當多啊。係啊，然後我台北堂都真差清多咧。對啊，冇，真的，人家真改變當多，嗰種感情圖還有問題圖嚟講，誒，真的比之前進步非常非常的多。係。哦，你像思娟來講，佢頭擺唱歌嘅。老師講的按降氣，佢也沒做到改變態啦。改變態做本他嘅認同，哇，真的好棒。其實我老幾條強下，我都哋休息學地步嘅時間，我看到幾條我有上司我會講去老幾條講話，因為我感覺幾條特沙是按強按好，當你看大擺錄樣嘅時間是看到幾條嘅進步，我感覺我自家唔定我自家哋做乜嚟。係，記得就是公聊啊，對自己要求太多了，真的啦，太多了，放開一點啊，唱歌就像你一個啊，反正唔啦，人家其他我都保體諒命，係啦，你就用那種心情之後，哎呀，搞唔好你用那種心情以後，搞不好你改天就就前3名也不一定，還有3個禮拜很難講哦，這個球是圓的，對嗎？哦，好了，從這裡當欣賞公平，講是非欣賞，好嚟。好，哈陳，其實他講要的想法，其實我心裡面是沉重的，好，我心裡面是沉重的。你剛剛講的那些事情，其實我唐一龍我自己都覺得很感傷，因為我也曾經這樣失敗過。我小時候參加比賽，都還沒有打進去就被打回家了，可是我也只能哭着回家。那時候我才8歲，可是我還是哭着回家。不過我52歲，我現在坐在這裡聽你唱歌，可是我從來沒有不喜歡唱歌這件事情，我也不會告訴我自己，我唔會老七甲講，我唱歌味道嘛啥，我做味道我七甲喜歡。如果你保持着這樣的一個忠貞理想，其實對你來講，它就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中心思想，所以核心價值是非常重要的。記得這件事情，所以我要回頭講你今天的表現，其實。我剛剛聽到你在唱副歌，我就知道你在唱什麼。你就在唱當下呀心情。上2場禮拜，你自己對自己的表現不滿意，或者是你覺得你自己在哪方面你想要進步，可是進步不了。其實一聽就知道。可是我要跟你講的就是說，我今天真的很喜歡你表達的情緒，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尤其是副歌，我很喜歡你副歌的樣子。比較可惜的是，你在主歌的部分，你情緒影響太大，兩個音準確實飄掉了，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但是我還是說，唱歌要唱講法真緊，係當衝要發自內心，把我想講的話告訴你。所以我現在告訴你，很沉重的跟你說，我真的很喜歡你的歌聲，還有你的創作。請你不要忘記你自己的自信。請你不要忘記，你曾經有這麼好的表現，低壓舞台上。我希望我用我比較自私的想法，我想要代表現在我在座的其他3位老師，我想要跟你說，我們非常欣賞你。可是這件事情你一定要守住，不然的話，要在舞台怎麼把你保住這6個人，這是讓我覺得比較難過的地方。所以我會希望你後面的部分的強壯的部分，你一定要撐住下去。只要你要確定好你自己要發展到哪個位置，你的情緒才不會受影響。這樣好嗎？好，所以我還希望讓你知道這件事情。我還是很肯定你的，好嗎 ？OK。好。我有事要跟你說。我記得我一直都很愛唱歌，你知道的。你在這個舞台第一次，我就跟你說，你是所有人裡面最讓我覺得你有明星樣的人，你記不記得？我永遠都記得我說這句話，我到現在還是這樣認為。我從來就不覺得你的創作或你的歌聲有任何的問題。你知道你最大問題在哪裡嗎？你的心。我記得我去參加過金曲超野星，它是所有藝人的星光大道。你知道我有多麼的在那裡失去我的信心。我永遠都記得在天上的劉天健老師，他指着我，他說：“我就是覺得你不會唱歌，你就是一個不會唱歌的人。
但是我花1个礼拜的时间，好好的检视我自己，为什么老师要这样说我？我只用1个礼拜，我再得到刘天健老师对我的肯定，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当歌手要做的事情。我不要你跟别人比，因为你在台上的时候，你就是你最后生，你 demo。我觉得情绪是一时的，但是我不觉得你不要愤怒，不要哭，我都不觉得。你要记得这个感觉，因为你会变你能把冲过的还有什么样的养分。我宁可你现在怨我们，会觉得老师你不喜欢我创作吗？不，我们很喜欢。我们讲的10句有9句是好的，你可以记住那好的吗？那一句不好的，那是鞭策自己。我们也在学习啊。你知不知道？不要想那么多。好，来，真的了，不要想那么多哈。来，对呀，还是继续把它坚持下去。对，你最有明星相嘛，对不对？他们都没有明星相。对啊，我们靠脸吃饭的，怕什么？啊，文书宽的嘛。我解读错误。不好意思，其他5位你们是超级明星，超级明星。好了，显了宽分数了。好了，分数来看一下，来。对，显了宽李浩省的分数。91分。好了，继续加油，好不好？对。好，对啊，老师这公安都不信心的嘛，好吗？我也讲一个故事给你信心，好不好？有一年跟4月5號請假啦，好嘛？強一年來參加一個比賽，然後那時候我們剛換鼓手，結果呢，我們那個新的鼓手呢，在舞台上掉了鼓棒，後來呢，就在後台的時候，我們大家在等，然後就被其他樂團取笑了。佢就講，記得的意思就講，你兩個團唔係請離開嗎？那鼓手是怎麼啦？哎呀，我還以為故意做的 session 這樣子。就會就是開你玩笑了，酸你，對，酸我。然後當然我們沒有得名，給強一年，安不一樣啊，有一場表演，然後呢，那一場表演我們去了7個人在舞台上，台下沒有半個觀眾。來週6點鐘，我唱了2個小時。從今日開始，我就讓我去跟他講，不管怎麼樣，我們也不要去批評別人或講別人什麼，我要把這些人遠遠的拋在後面。了解嗎？舞台中間就是站定，然後你就做你自己的事情，好嗎？我們是兄安都。好，什麼？好，謝謝。這樣可以嗎？不會耽誤太多時間哈。蠻久的。好啦，沙雷。糖唔中意啦，好冇？王心怡帶來喜宴風。來，糖看啦。走上列車去遠方，時間匆匆就過去，你猜陽光還有嗎？雖然看到你，看看照片送給你給我，還好嗎？你在遠方，夢到你在他鄉給我，還好嗎？你在遠方，天冷記得加件衣裳，還好嗎？你在遠方，熊熊離開時給我用。
更想起你给我，还好梦也在远方，梦到你在他乡给我，还好梦也在远方，天蓝给你家己一说，还好梦也在远方，想想离开是给我用，还好梦也在远方，家乡还黑原来给我，还好梦也在远方，想想离开是给我用，还好梦也在远方，家乡还黑原来给我。哇，心宇哈，心宇你为什么要跟这位老师穿情侣装？你说说，这不好吃。是他们有默契啦，默契啦，哎，同事嘛对。你也喜欢秋莲老师啊？对，因为我听到这首歌是在网络上突然这样滑滑滑，然后就听到，然后说因为没有，就像刚刚那个凯瑞说的，就是他没有 MV，所以只听到声音。他说哇，这个人一定就是那络腮胡，络腮胡然后很壮，长得跟沧桑，像那种宋冬野的感觉，或是像谢宇威老师那对种感觉。对。然后后来就是天哪，就是怎么会有这么有感情的声音这样，然后就好喜欢这首歌。然后后来也是看了一下。原来才发现他就是有得过金曲入围过，然后看他的脸说哇这么斯文，很有瞬间爱上，就是那个反差，对，就是对我说哇这个人太而且喜欢，秋玲老师现场演出很棒，真的真的哦，哎，我也有机会想要看一下。提梦州的哈，真的，提非洲的也对啊，那节目讲有办法有唱都去了，那现场啊。有機飛嘛？本來竟然可以有唱幾歌來，我要你講台灣的人家弄個大擂台哈，對港國的東西方，我都有拍一些視頻都有給他看，嗨，只要是美女帥哥的，下次安排一定會帶過來。哦，還是獨歌一拜。重重嘅表演對對，希望能夠再一次邀約他來到我們的節目啦，好嗎？好，哎呀，好棒啊！你一定要來哈！我要，對啊，我又可以再次看到你。好啊！講完了嗎？你講完嗎？他是唱屁先生，好，真的好哦，好，心宇，这首歌，前面 A 段我好喜欢呢。你在唱，你在唱两个带音跟时间，我觉得跟你上一次完全不一样。你整个那个低音 hold 得很好，你看那个梦音那两个字，然后你才眼风，这几个字都在低音，可是你的低音拖得非常漂亮，所以你整个 A 段，我觉得我很喜欢很喜欢。那我觉得你可以去想一想，你这首歌的低音是怎么唱的。这个共鸣点就对了，好，你上一次我就觉得是你第一没有拖好，但这一次却这么好，到底这个共鸣从哪里出来？你要把它记住。好，那我觉得很棒。但是，你好吗？这个声音也非常漂亮，可是整首歌都出在。女万事在。这东西这段呢？会追着你。没有追着也比我的漱口水。用钱有刹那香啊，亲兄弟干嘛？味别酸咸外啊，相生齿颊间就是这样。哇！我上次讲过啦，上次讲过这就查到了。我也是要做一下反应啊。
这个声音也非常漂亮，可是整首歌都出在燕逢2个字，很可惜，刚好你在燕逢一直不停的重复，那一直不停的重复，你那个燕逢这个地方，远方不是燕，你这样扁扁的，你在后吗？已经开了燕，你虽然是燕，但是你里面的口型要开，才不会燕风，才能够2个都在很漂亮的口型里面。你若燕风扁掉的话，你的方就会被卡住。但是这首歌的前面，我觉得你真的唱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可以再继续努力，加油！好，这个丹田有办法顶上去？没有办法。要帮忙吗？好，不要。怎样？你要帮 CPR？ 从后面哈姆立克这样。好了，可以，可以哈本数了。好了，可以哈本行一个分数。耶，进步了。93分。你现在在跟浩辰在争第6名了。好，某一天有3个礼拜，我说还3个礼拜，某一定，好吧，加油，好，3礼拜，加油，好了，回到这集，好。TC 礼拜，今年 TC 礼拜咧，传统组的积分赛，好。来，介绍完的评审先生。好，罗莹莹先生，李秋霞先生，曾明珠先生，吕振强先生。这礼拜嘅主题係報道和風光，因為咧下屆咧係肺炎嘅疫情下冇之前咁嚴重咧，大家做得出去輕聊聊下，所以呢就係我請咧到先書記到嚟介紹一下，推翻就嚟到當好聊，當好搞嘅位所推薦俾大家。對。咁個嗬，因為咧係比賽，所以當然啦，才介紹咧到好素材時節，還係注意唱嘅時節，應該咬絲，韓國應該很強潤。對，撈佢唱到當好來，最重要就係冇緊張，保持好嘅心情來介紹，來唱歌就做得咧，加油！好，按住這，呀 TVB 呢 ？TV 你見得來平白，來，睇我啦。做了客那江啊，处处风景佳啊，欢迎我你那来，江林绿了行啊。色彩有韵味啊！哎呀，因为暗腔啊，跟那有阿爸真传啊，当然哦，真的哦，所以要感謝阿爸爸。當然啦，感謝阿爸。本學到暗號啊，係啊，全都暗號嘅。佢自當期望係傳承係咪？
欢喜来传承下。係啊，也咗 con 啊，係啊，之前雖然冇乜嘅險知啊，佢要發到舊藝，很台冇啦。要啦，一天要啦，一天。冇問題，你阿邊都研到衰咧。都好好搞，係啊。你帶咩新竹？係帶新竹強廉係六條行。哦，六條行。六條行。佢一名路名都六條行啊，然後都法龍村啊，唔知嘅意象。兩條路啊，六條行，你下來當空啊？佢係真係六個架，扁的啦，扁的啊，做個扁的，做個扁，嗰兩條輕貴呢，冇講啊，唔講，呀300年來，你要平地清就看到玩假樹啊，哇，佢有書神啲嘅，破夫的，有禮拜哦，有禮拜山牙上陽，哦，呀典故當多，喺呀典故唔方便啲啊，節目講很多，因為人哋係看人。哦，自家做請一下子。有典故誒。佢本身就上段誒，一粒太一粒細，啊演啊你啊。係啊，伊喺本人名都演嘅。唔係，咁冇演名。咁做得名，做唔得名吧？佢本來啲河巴大啊。哦。係。河巴大幫每樣民國呢個人樣曬上來啊，10多年前啊。哦。係佢曬到20順頭，本人參拜啊。哦。啊旁邊嘅建築係土地公廟啊。該算北宮。北宮啦，啊北宮前面有塞牙生羊。哦。係呢類啊，塞牙生羊也有嘅。哎呦，護身符嘞，還有安講。求平安、求繁衍、求事業，全部做得。哦。一係當嘅塞條挖出來啊，揭係啦。咩啊？佢冇見，我哋會省入嚟，是個得啲啊。哦，哇！就順豐嘅咩會橋嘅嚇。做播要嘅。一些一條拜當到人以拜而做衣服啊。啊，4、5、4號腳下會睇下。哦，條些當到人以拜做 cake 那個氣質啊。乾兒子、乾女兒啊用。哦，cake。佢所謂保護平安狀態。所以我迄個帶拜呀，吼拜啊，叫保佑唔平安。保佑唔平安，還有好食咧。還有糍粑好食，還有糍粑，吼軟軟的糍粑。你都讓下糍粑當香嘅。客家種嘅。好啦，你裝說咧，介紹人6兩行不大概了解，吼，大概有限章一了啊咧。哦，係，啊，你聽一下先生來講別。強英老師。好，林太講吼，自家寫嘅咧歌詞，經過自家如下。還有把握嘅咧平板來唱，加上嘅貼士，本來有咧感覺就係，我係有下我真正會上來去呢個故鄉看看啊，嚇，感覺當訴訟嘅感覺。下來就係講呢唱嘅部分，其實學呢日出而來，按到攝下來，大家談叫做啲，你係平板係呢最內行嘅，嚇，唱起來啊游刃有餘，用板唱，用板貼士，用板你係板後唱。都當好，狀況都當好嗬。係講你係部分冇問題。咁講呢，我有隻建議判你就係，因為你上嘅特色，所以你從嘅時間我感覺上時候，你點到你下係個人嘅時間啦。我會下講講會從頭上去，所以呢部分可能你要注意一下嗬。從呢條歌你下明顯嘅就係聽呢句歡迎。歡迎嗰隻人嗬，當從個人咪寫有一點從上去啲啲咧，嗬，咁個帶入嘅部分你下落嚟寫，人民自家要從頭當好，所以你係我本嘅建議，其他非常嘅好，希望你。重過，歡喜啊！聽有啲咧，歡喜嘅，介紹鳳崗問下個邊嘅，好鳳崗。好嚟，看一下幾個分數啦，看一下連點嘅分數。好。哇！你講先啦，厲害！三亞波夫，哎呀，三亞波夫，牛個是帶電來，今年波夫電嘅啊，還有3禮拜，好，加油，好嘛？好，加油啊！哎呀，我希望坐上個美面在波夫，當上啊，當上，好，變啊你，好，按這些，多謝。啊嚟，沙下嚟，咁咪。沙下嚟，乜小米帶來羅山歌。哦，佢叫介紹呢邊鳳崗啦，好。女萬實在。
迷失了满街香秋天來去了根本也介紹係鳳崗嘅那女灣哦，女灣，當有名啊，女灣，那個觀光勝地呢，哎呀，哦，有啲嘛火茶頭呀，聖心迄個片嘛，哦，有火茶，有火茶頭，聖心那啲12啊，哦12啊，三茶火，沒有火茶，有，女灣沒有火茶，哦，有一個支線就從，對，哎呀，佢哦，還有個，哎呦。就係個戲人啊，哦，叫嘅戲人哦，女灣以前動鬧煙嘛，哦，頭擺喺做煤礦，就像9分樣嘅以前，頭擺因為佢挖金礦，所以佢繁華一陣子。啊，女灣沒同樣，伊頭擺有挖煤礦，所以佢沒有繁華過。哦，啊，但是也全部留下來，也變後台就是哦，迄個遊覽，迄個看獎啊，觀光，就對行路、聊、雪，啊，處都會做得啦，會做得啦，是嘞，去到個野薑花個店吼，係咧。哦，野薑花蛋做炒嘅啦，對嘛，嚟到也冇帶東西嚟用，對。哎呦，冇機會咧啦，條大來啊，對，介紹下嚟嘢係咪？對，野薑花蛋卷，野薑花做蛋卷，哦，未做得做嘅脆包啊，喺個嘅脆包板啊，脆包啊，那個塔中誒，帶下嘅層全部都用野薑花嘛，好嘛？鴨味嘛，包嘅鴨味，啊咪要拿來包裝嘅嘛，塔中誒，哦，咪特別香啊，野薑花有辦法做蛋卷，哎呦，我試看啦，我試看啦嘛，我呀，當然我呀，等你 Q 我，一人一半，感情不散，好吧？還沒，哎，怎麼樣折掉呢？那麼多哎，哎呀，一撒一抖哎，你胃口比較大，那整根給你。哇，有野薑花的味道。哇，那哇，那吃東西吃多呢？會追走，你知嗎？哎呀，會追走嘟嘟。還有杜華有綠茶，你看野薑花茶嘛。東江哎。哎，正經有個有一種真的是野薑花的味道。沒有試過個三星蔥的蛋卷，有沒有？啊，三星蔥蛋卷也很香，很好吃。真的哈。但係還有某空用的嗰種米絲哦，較清香。哎呀，三星蔥那個比較重口味，哎呀，比較鹹度比較也蠻清香，好喝。他一般都得吃寬啊。所以你最早也比我的漱口水。你先吃嘛，你會追找嘛？也係嘛嘅，也係野薑花，底部就係野薑花嗎？哦，裡面有野薑花。有一朵花在裡面。來，你就喝一下。會糟蹋嗎？配音可以精準一點嗎？有些從偏手底部讀一下。後林嘛。後林。哎呦，清香的味道。你也喝一下。你如果是黃雨欣哦，我就會
王雨欣还是黄星宇？黄星宇，我为什么老讲会清楚哎？有一种清香的蜜桃，好养生哦。对啊，懂养生呢。好喝。真的。有一个清香的味道。大概有段时间真的做了一买的会真的不看来泡，尤其天气蛮炎热的，喝这种野姜花茶冰冰的，好舒服哦。咚赞。是我们待会暗后吃的。不好意思，整杯就给我了。好，可以，就是不易糟蹋。好，这吃饱喝足了哈。对，这常欣赏的贡品啊，懂养二了哈，唱秋下欣赏。好。先讲伊个优点哈，上面上清好，long掉，人家讲起这个好，三五一千会做，不过这边咧路上嗰度讲话，你讲听可能係聽細心細意度嘅創，一直是度嘅創，創起來比較少，我諗較無條創新啦，本人睇起來係硬掉，冇按原料嘅入面，好地方冇好地方硬創。好地方啊！还有，你可能是头前的气来跳床，人讲路上过吃云床冇唔错啦。但是你在运气方面，你看几多杂事哈，运气的所在，冇头前来撞床，我到后背你是屁不足。所以你听一句的时间，蛮吉祥的时间，在树荫你就辣人咩啊？辣人咩哈？天时机咩强用，强下强说好风光。那两只，那两支天机，天时机每人同你按，树荫咩时候比较还不足的位啦。呢方面我希望下回係有機會再創呢種嘅歌曲嘅時間，希望呢一方面能夠改進，其他方面節奏咯，希望下回能夠。好，咁我先生，我哋看一下大家分數哈。看馬小米嘅分數。什麼先生？92分。92分。你看，一禮拜查4分，查一禮拜28分呢。對啊，沒關係啦。有啊，比賽前就要先拿個蛋卷本先生吃嘞。贿赂一下，對不對？做唔得，怎麼這麼模擬贿赂？開玩笑。對，你這樣時代好像送貴重的一份。對啦，好啦，我哋加油。還有3禮拜，好，加油，繼續加油，你可以哈。好啦，再來，還有一邊夢顯法帶來3個字。好，彈過來。好煙柳黑那種啊，用炭柳香啊，茶米做了來呀，一點柳香啊。千柳茶那香啊，何必有西南？清香帶有甘嘛，有分有風啊。
哎，金华哥你好，主持人好，係，對，今日介紹人麥嘅何鳳講，介紹我帶個夾白嘅，我攞龍潭，龍潭嘅片，你帶呢？我帶中辣夾白嘅龍潭，龍潭嗰是關西啊，鐵條桶。哦，乜嘅鐵條桶？鐵條啊！龍潭嘅嘅天有名係啊，還有乜嘅龍潭有乜嘅？龍潭有鐵條桶，還有我介紹也龍泉茶，龍泉茶係龍潭嘅鐵山。他冇人介紹啦，係啦，所以講鐵條桶他都講，比如講嘅乜嘅做動作落去嘅，乜嘅？白布嘅出身擂茶、碰風茶嘛，對嘛哈？峨眉嘅片係啊，所以龍潭是有龍泉茶，講也係乜頭擺嘅唔係連李登輝按呢嘛咁，李總統按呢？對，係啦，看起來像人那個呢比較綠茶哈，你像碰風茶係較熟茶，半發酵嘅茶。所以綠茶如果咩有研究下，好像還不錯的，還不錯的哈。順豐有龍泉茶有帶有那個蘭花香，花香，對，有甘嘛？有甘，口齒留香啊，這個對吧？你看清香帶甘嘛，味別酸鹹外啊，香生齒頰間就是這樣。哇！我上次講過，這就是茶道嘛。我也是要做一下反應啊。康源嘅羅哥，做得好。一斤差唔多幾多錢？計翻買噸呢？買噸呢啊！買噸那個，安尼茶用味都不差啊！對啊，台灣茶真便宜啊！真的嗎？冇，你個碧水茶很貴啊！對啊，冇。也係碧水茶嗎？也唔係，就算到嘅一般的茶。一般就是那個啦。大家印度，大家自家試啦。都係推廣一下啦，推廣一下。食茶之外呢，你看人自家嘅本身的能力多大嘛？你本身能力冇多呢，你就特別就要去買個咩冠軍茶嘅東西，那個。我聽羅哥啊，永章做的是冠軍茶。我從我人送那個多啦。差唔多自家能力都那樣，就是買差唔多1多錢的茶，是個米頭。但我常常會學壞的呢，我用壞的啦。對啊，是乾後茶。後茶適合你適多麼好的茶，我係啊，對啊，我唔慣嘅，係啊，做咩事咁好？係咪？所以看自家能力都。好是啦，好，要斟龍泉茶，真係，他得接受問題㗎。龍潭嘅片。好啦，從實嚟睇下先生講嘅，陳明珠先生。好，憲法，好，王先生帶來了三個字，哈，像可能是怕上講天氣嘅時節啦，哈，會做潤來調高起來啦，哈，所以你頭機嘅大潤啦，哈，輔導聽大氣咧，個土然就話哈，一下個後年嘅沙沙聲啊，當面。好走出來，再來龍潭香，我拿衝上去，會好談，好稍個調整一下。然後每節嘅時間呢，我見唱見幹，好我感覺啦，喺我講人嘅感覺講，唱到嘅每節第3團、第4團嘅時候有點趕時間呢，好想講嘅戲啊，冇乜個腳夾夾啦，唱說交代落落去是好嘅樣嘢啦，哈。啊，你禮拜有較長嘅，哈，又冇講面白白嘅安啦，哈，可能有些茶就長啦，係啊，哈，希望你這個加強落去，好冇？加住我啊！王先生，好，我哋看一下夾嘅本書啦，嚇。看一下王憲法嘅本書。陶瓷啊！你呀少啦，一英國社會嘛，條假人哈，啲講嘅馬來西亞政府。先建議咧，還有去澎湖帶苗山轉來。哦，按道理看。那個係失傳嘅，失傳嘅。
刑法嘅分数。94分，哎呀，恭喜恭喜，有才有才，恭喜哦！哎呀，安尼还有3礼拜哈，加油啊！加油加油！变下来变下来，好，安这些，谢，在毕业当中，可以哈，对，杀好了，杀了，曾经期待了落山歌。好嘞，躺下。心点笔谈，杨雕桥那，平林了。香啊，万里飘啦！三峡路嘅古庙寺那，因过了。陶瓷啊，日也少啦。支持你好，你好，精神啊好。那当然出去甲讲到哪按多大地方嘛，来。對，嘅必談，新店必談，係英國排成，有嘅馬吊橋，吊橋就那個必談啊，必談，還有乜㗎？平陵，買柴，平陵，三峽路嘅，講到4個地方啊，4個地方，新北市。哦，董有名嘅新北市董有名所以你講新北市有錯嘅，你帶新北市嘛？有哦，有哦，我新北市他們是有賣屋，哦，好娘應該，哎呦，對，就我嘅細我睇那邊。哦，細我帶嗰邊，睇淡水。哦，我撈嘅小山帶嗰邊，小山帶那有可能講出來。本人當然飛啊，唔係啦，買一張數倍本金，哦，所以新北市淡水嘅啦要買屋，哦，阿爺唔帶種啦，係因為工作嘅關係。哦，係，但是你用工作新北市哈，係，新北市哈，咩？當感謝嘅製作單位哈，有一班嘅介紹台灣嘅名勝古蹟哈，然之後有那個本樣去英國了。哦，哎呀，所以啊，迄唔啲英國帶來。英國帶啊，買進來。哦，英國社會嗎？英國做嘅嗎？佢有先有嘅，應該沒有做嘅服務員啦，不過我有問嘅頭家人哈，去講嘅馬來西亞政府。
他还那么诚实。不过我看过奖啊，看过奖。只有这个动到手拉胚，按这个座位咧。系啊，真系这个座啊。小小啊，都拿落。像这个名啊嘛。看唔得，看唔得唔怕，佢迄个座位係一種經驗嘛。哦，對嘛。冇用啊。因為我沒有去教過啊，手拉胚講真咧，佢要技術的嘛。佢數嘅控制力度，控制到當好，你終於辦法做出當好嘅時間呢作品係啊。係啊，那控制冇做壞的。係啊，就做一個拜拜。壞的你就重新嘅又做過。再做一擺。哦，難怪啊！所以要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先有。英國買喺馬來西亞。難怪你講歪，都好 logo， 成年啊，上本 logo， 中意嘛？哎呦，真的啊！有中意嘛？哦，有，都好 logo 上，但是歪啊！那邊先生講，魏先生，魏先生好。陳建基先生，今年啊，幾條山歌創意咧呢？嘅山歌嘅架勢了各方面，很強作人全部做到會做得咁個。你心點必談，心點必談吼。你兩隻詞呢，韓國聽一句萬里飄，萬里飄，你是萬里飄，這個是比較平音哈，平音啲頭哈。當然啦，你嘅盡心啊，我其實我客家人啊，為了你啊，我非常嘅欽佩哈，贊同你，認同啦哈。韓國。你因為用你了唱咧山歌，你係一隻詞一隻詞嚟唱啊，你係流暢度，實在是要比較嚟加強，因為人家六強係黏土水嗰種係比賽，我哋對呢方面呢，我有可能性，我哋啥平時嘅分數嘅半呢，可能會好黏嘅到嚇，了解咩？強於多嘅容易。學習客家山歌，你係精心找歌才我哋詩，你係音方面攞到冇好標準嘅時候，我對你我哋山歌嘅涵擺創新各方面，我對你非常認同，係咪加強啊嚇？我按你嚟看一下嘅分數嚟。睇下前邊幾個分數。好，係啊，做了。而家你這個目前有統計嘛？啊，分數啊，有統計起來嘛？聽說有啊。而目前排名第一度。唔知唔知啊？排最講，好啦，恭喜啊，恭喜啊，有3禮拜，好嘛？好，加油加油，嚇！好嘞，回做消息，這樣子，好。好啦，按你撒下來，唔飄然帶來3個字。好嘞，彈啦。
碧玉妹妹啊，来介绍台湾那边好风光。胖虎，去胖虎了。相当满意，彭恰恰啊。澎湖想到谁？还是有什么景点？哦，因为我同學鄉下去，鄉下去了係啊。爸爸媽媽有提議嘛？冇呢，安豐行嘛。就去同好聽聽啊。係啊。哎，相片為證。也係個那個新美島係啊，雙星石滬。哎呦，跨海大橋係嘛？跨海大橋。對。還有嘛？還有。哎呀，你就2張啊？就2張啊。去澎湖一趟就拍2張照片而已。對啊。然後我前建議咧，還有去澎湖帶명山轉來。哎哦，你做超特別啊，特別帶回來。對，來。就等2支花很寬。哎呀，我跟你。有沒有按多東西啊？其實這一次哈，剛好這個疫情的關係哈。哦，按多你看。因為失存的呀，你失存啊？失存。然後誰講哈？哦。你還買剃頭桶？我跟你講。澎湖呀，奶油花生糖，这个也是人家搶着要，有時候要訂呢，訂不到哎，我跟你講。你還買個東西？係啊，要通用嘛，8塊來吧。8塊來啊，冇做3個就出來。係冇做3個。哦，我沒想過是嘅。中年貢糖，然後一扎黑蔥那個。我知啊。跟那個魚片嘅溫同嘅那種。豬公。要有那個黑胡椒，這是瘦的豬公，澎湖豬公是不是？豬有點類似大豬公。有黑胡椒味道哈。沒有啊。黑胡椒有一點點。這是黑胡椒的嗎？是沙茶的。沙茶，有一點沙茶味。色起來有一些蔥。有了。我說這一次剛好疫情的關係，台灣人全部趕快出國嘛，結果因為疫情關係冇辦法出國，點都。很多離島，哇，真的澎湖其實每年的夏天都是一票難求，房間也是一間難求對啊，尤其今年，對啊，很多朋友就這 TPA 啦，其實澎湖真的蠻好玩的，我曾經有1年也是帶着全家，他就去給他，哇。港島地方高，好高哈！貼東西又便宜，海山又便宜，又是安不得去雕小館，有嗎？有錢有名。對啊，給風景美東江。東江哈，東江。東江就是飛蟲江的意思。本來我同學們講我去嘛，然後我就冇聽佢鄉下就係選景點，然後我想講給澎湖有乜個好聊誒，咪就會順啊，有嘛好講，冇乜個好翕相嘅地方。結果我去嘅時間，我就去看同學本來嘅景點，然後我就去查，去到嘅安江。它就是台灣的巴厘島。對啊，真的就是這麼棒。對呀，它很多地方真的很美，你根本不用去到巴厘島。澎湖就會啊。對呀，名產又好吃。對呀，也要照顧我們本國內經濟振興嘛，對嗎？好了，所以咧，唐英欣賞公平，強英欣賞。好，培元哈，今日帶來倆書3個字，形容我感覺好了倆篇比賽，唔但講係從個部分，自家會慢慢加強。寫故事啊，見到見厲害哦，哈，就係我看到倆此前你自家寫嘅哈，就啲講其實你才倆3個嘅當個咪做動作功課，倆當出得肯定你哈，倆種倆係從前件機台歌啊，就做得鼓勵動作咪下個嘢來唱歌，哈。和培潤就做得鼓勵動作後生人，哈，咪來唱歌，係咪會寫歌詞？我相信佢哋係來參加比賽，你聽咗係佢哋當好嘅欣賞，哈，你係取得肯定呢個位數。下來就係你係你今日唱嘅3個字，講正經，其實你嘅上日出大家都係公認嘅。非常嘅講，好咧，唔是翻譯嘅位數，唔講你講係講，我咪唔啲講係因為我談到東東音從3個字嘅時間，吼，就講體育挑選3個字就係從到運動歌，係用現在代表咧3個字從到動好，我想根本你從嘅3個字就做得本大家做參考，我感覺聽過，吼，因為。我哋講3個潤美，按樣應該潤美表現呢，其實唔係講動詞然，譬如講呢個咧
第3句吼，莫是分咯海呀，伊个高音才分海嘅分，错冇？嗰只分冲到眼角，其实係彈上降停，韻味就係冇咧。莫是分咯海呀，韓國兩道念，道係哦，數音係哦。唔過你認為講，你係音可能會衝過頭，吼，可能就會land上，所以你變成一張呢就係你一切入嘅，你係入點，也係要注意嘅位數，就係你的鼻孔嘅音聽衝，吼，所以嘅道就會到念嘅時間呢，衝下來。小單場我落去重說停，吼，韻味嘅部分就係冇好表現，吼，我嘅感覺係咁樣，所以我接着講吼，其實唱歌嘅人啊係唱本人彈嘅，所以我去感受一下彈歌嘅人嘅感覺形容版，吼，仲係咩講嘢啊？吼，譬如講我就講接着講唱歌嘅人愛啲，彈歌人嘅艱苦，彈歌嘅人愛啲，唱歌人嘅辛苦，吼，所以你係我感覺你出得去。考慮一下嘅位數，你後生嘛，韻味愛加強，愛樣板加強，書線就係總得有壓力。係講住書歌唱嘢咧，有壓力，跟住係考慮一下樣板喊下好彈。好唔過，根本喊係肯定你，希望你做得才之後嘅比賽，就個上一下係樣板就好，好，是冇呢？好。譬如唱了《三國志》，頭先曲音嘅時候，我咩因為講。十分偏高音咧，可能後生嘅關係，你嘅音做得衝上去，喺外頭咧錄音講還是衝唔上嚟啦，吼，自家我有嗰種嘅吼，自知之明。對啦，錄音低啦，真係。自家我低自家嘅心啦，吼，乃冇完穿水，呐，吼，表態是會做唔得，吼，但是佢後生。有太薄，吼，所以佢衝上去咧。因為講，嘅用嘅每一首彈歌嘅觀點冇相讓，因為佢今日做了啲歌詞做到非常嘅順，然後澎湖我哋講澎湖，吼，形容到非常嘅足，佢哋係形容到非常嘅到底，非常嘅好。按些年紀做得到歌詞寫到咧按好，吼，要押韻，吼，要講到重點，所以我因為做得，吼，含聲音係彈到咩動漫語，歌聲嘹亮，吼，唔會卡喉，吼，尤其呢冇表態。冇表態啊！佢至於做咗呢方面呢，佢慢慢啊，慢慢啊，含少歲嘛，多歲落去經驗，感情，係咪談戀愛落去？唔出啲，我用本人投入嚟啦，呢一點，這個加油啊！好，謝謝大家，來看一下這個分數，來，好，來看一下吳希雲嘅分數。慢慢你送你嘅唔記得歌詞，對嘛？90分，所以慢慢的2分咧，2分咧，極準咧，極準咧。係啊，要極準嚟。真係啊，要3個禮拜啊。好，拜託，好嘛？3個禮拜加油啊！你，好嘛？好，參與前面輸帶來平板。好，彈個啦。哦，彈個啦。年流。
哎呀，家门叔，门叔开头哈。没意思啊，你全部带东西了，用没东西了，哎呦，那用这不是放木的呀，是放木的，琉璃珠啊，送我你用啥呀？叫勇士蜘蛛了啊，勇士蜘蛛哦，蜘蛛哦，勇士蜘蛛，对，那个琉璃珠有这种嘛，有分那个太阳蜘蛛，向着表示那个家庭。火炉天空，一勇士这边讲这个当有勇气嘛，变个沿途总冠军了。你要给护身符就出来了。对，带呀有个呢，有个含义在，有含义在的，对，所以也那大买。主要个嘛个台湾原住民文化演技都地方买，屏东刚才讲马家乡啊，马家乡，也雕刻出马家乡，偷到个三地门乡、三地门村，雕刻嘛，琉璃雕刻，雕刻两边就有安尼上干的琉璃珠，所以那琉璃雕刻。就有那点卖都做的，原住民朋友带呀，就是代表勇士，他就可以出草，有没有？哇，去奋斗，去战斗这样，就带呀。这个不用，一般种甚至秋叶种家畜啊，鱼啊片的，球啊片的，个兄弟姊妹全部去20人啥？去屏东个都每个路咩带到个屏东，养了个，是个等于放钱样的啦，所以饲料现在也有了嘛呢。所以啊，台湾是在那边当好料的地方啦，哈。青岛后江后。哎呀，我这台湾都老唔了了，哈。哎呀，福到国外去，係咪？真的。有上次嘛啦，最近就喺你台湾人老啊。哎呀，哦，你们以後創造台灣的經濟活絡。好嘞，來創題的唐先生的講評。來唱秋下先生。好嘞。你當然你有你嘅優點，你嘅優點就你聲音好，啊。當到按唱嗰種腳前吼，唔過記得你帶啲咩所在要注意哦。嗱，你第三句琉璃雕橋哈，雕橋我都講橋啊，雕橋佢都講橋啦哈。放錢留料，呢兩隻是要注意你嘅帶音後音咩就出來。哦，當然你個音唱真好啦，但是你帶音咩講來注意。啊，兩個所在哈，啊其他所在唱得以後啊，希望你講。勇士诸多，我都给你上宝座。你讲一讲，我的国语就不标准了。好了，加油啦！哎，先生，唱女生唱先生。那位前面首先生给你唱了评判，甚至他在李小华先生讲的，对于喜足，善良。其他上礼拜来讲三个的高代人的问题啊，今年在受评判啊，进步非常的多，成果非常的好了哈。我今日上来到陈先生去作词嘛，还是去你所有三个界朋友，我穷多人按拖一下哈。你三个几首诗句，每人。係咩全部強責人嘅呢個問題哈？香、湯、香、亮，講，一般是英語是強責人嘛哈？第三句是我哋實行冇要求嘅，是講係咩講？你統責人嘅問題啊哈？大家都探討一下係咩咧？做咗修正也係非常有名樣啦哈！大家互相按拖嚟，先唔各位。按住啫，按住就看一下嘅分數啦嚇。看一下下面數嘅分數。唱對嘅歌嘅嚇，唱嘅分數都冇同樣。你嘅勇士豬豬有用，有保佑你。對啊，誒，他人家都多去買嚟帶下嚟，咁冇有用啊，真係。邊個呢？係啊，好，加油，還有3禮拜，好，安子姐，好來回頭休息。
迄个是好冲国民讲格格都报名。打电话0666676还有传真电话0227778132等他电话。好，等大家来报名哈。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观众呢，阿们多谢辛苦的品质指导。石梦先生辛苦嘞，还有3礼拜继续变合你，加油！石梦小康老师还有我全欣赏，谢谢老师辛苦了。谢谢老师们，谢谢，辛苦。还有工作同仁们，辛苦了啊，最辛苦哎。好了，下礼拜我们记得一定要准时吃饭呢。老年到厉害，老年共哈来，拜拜。